夜蒲3點熄晒啦，戰拿芭比激戰船 P 啊！各單位出現，夜蒲3軍事演習開始。35艘，足足35艘高戰鬥力軍艦，尋日喺西貢海面大晒啦！嗱，如果你有貧血，就唔好再睇落去啦！主力艦出場，香港製造，級數最高，除咗備有大殺傷力長程導彈，仲有先進魚雷，前後上下都咁有睇頭嘅。因為會流汗啊，濕水流汗，都已經貼晒膠紙啦，其實不過流汗就啲膠紙都用啦。佢雖然級數唔算突出，但破壞力出奇地驚人。反而原本好有料嘅佢，就冇發揮到預期嘅效果啦。戰鬥力減半，唔靚咩呢套？俾啲唔同嘅觀眾睇啊嘛，同埋都幾靚啊呢件。有時候一定要火力猛，流線型都好緊要噶。船齡高代表戰鬥力低，五姑兩號一樣具備殺人武器。有咁多實力強勁嘅海軍，夜蒲3一定可以成功搶灘啦！